央收看村民台会眼系清明节，我背后有炊烟，有笔筒，也有台种树哦。也系到你新竹人关系真幸福里嘅农沙料来到客家庄地不多，连农沙料特别强农啊，非常嘅兴，客家庄嘅产业历史当深哦。故所客委会到今年大时节，先到了位评价客家庄嘅慢食食里行，透过里行沙找了8个人声音来为老了。 结果，你两人就当欢喜，而你农茶了客家乡亲也就当傻皮，因为透过样嘢发通呢，所以少家自家种植嘅产业发展嘅历史，还个透过使用嘅东西来了解客家文化係样扮现吼。到底像样人国际上当流行慢食、老慢肉，但客家种结合之后會產生樣乜嘢影響呢？客委會今年提擺了盤理所謂嘅客家國際慢食季，除了12隻嘅客家種嘅盤理24場嘅慢食食里行啦吼。到底你發動盤下去之後，對客家種整體嘅發展，韓國你客家鄉親嘅價值、共融感，係咪產生正面影響呢？等下行業呢，農產料嘅信仰中心三科強，堂堂菜體鄉親講法係乜解啊？堂堂政府部門甚至專家學者嘅意見係乜解？強烈關心。 好，以下來到你農沙了啦，只裝頭度嘅龍絲湯，當貼片咯，你唔係上梨嘅哦，係上芳嘅吼，所以上芳上梨都係龍絲湯，今日到龍絲湯，你芳屋嘅公湯面頭請了6人吼，馬上揾少介今日來賓，提起介係你客委會產業經濟處嘅專門委員袁靜慧袁專委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大家好。 頭第一位少介係中央大學客家學人人長周金芬周教授。各位鄉親，大家好。好。再來係只沙溪規劃師，苗栗來張潤昌總沙規師，哈。各位鄉親，主持人大家好。好。今日向體長問題上嚟強調你嘅原專委就講，客莊慢食為旅行，哈，攀今年第100攀嘛，哈，那。 做乜嘅上嘅盤一樣型嘅發通？客委會就是針對這個部分，針對客家美食的時候的推動跟扶植，我們有辦理了很多的一個措施。那也考量就是說，客家人敬天惜物，還有就是與自然共生的一個精神跟生活態度，是跟全球飲食文化的健康慢食的運動是相結合的。所以我們在去年開始就是結合12個社區，然後去針對它的食跟遊，然後去運用它的在地為旅行來去推動，就是我們客家慢食的一個理念。 那也希望就是透過這個活動，能把客家的一個美食跟文化呢傳達給大家。哦，透過最這個容易被人家接受美食來認識客家莊，然後還有在都來到了里行嘅時節，也會有社區的 DIY、社區的小旅行，然後看看地方上面嘅特色。好，來看下，全台灣12隻嘅客家莊係在12張呢，有新竹人新部嘅起步沙溪，哈，桃園龍潭嘅公園沙溪，苗栗頭屋嘅試探沙溪，哈，公館嘅石槍，新沙嘅福興，六季禮拜冇盤啦，哈，所以可能下邊係屏東灣灣嘅五舊水，還有昨天嘅昨天沙溪，所以喺兩邊還有東埔兩邊，還有推動區上關山、花蓮鳳林等等，哈，今日來好關係嘅幸福沙溪，到底呢個客家莊地咪都慢食為旅行，在里行形容買啲盤理嘅體重到兩灘公園係你講浪漫推三線地咪都有一隻所謂茶葉嘅文化、茶米嘅文化嚇，客家莊嘅茶文化染起啊，實到公園沙溪地咪都，佢哋用乜嘢嚟做嘅？先聽等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 社區居民無限奇怪，看起來像係幾片嘅雜草，其實獵到係個葉，社區嘅特色作物葉，用來做葉板就係葉條。我們有那個體驗該做嘅乜個葉板啊，還有前年嘅揉茶，這次吸引當多人。還結合菜體嘅特色風茶，唔但搶從茶米做料理，咪變去判斷強下煮，幫助客食到有茶香嘅風味菜。
种米啊、茶米啊、茶米红茶米去煮个饭，啊为了养生，用种啊菇菇啊，加点菇菇落去，啊就是养生的菇菇饭嘛。呢幾年將開始培養菜體體式嘅工人社區，唔但請到幾名揀出來比同行種社區共存嘅青菜，同埋是幾個發通之前，經過乳內同嘅葡萄，開始學做茶餐，還有擺盤。那因為講的慢食，就是不是說我要吃飽，哦，不像去餐廳我要吃飽，我要吃好，我就是要吃到不一樣的東西，然後我要慢慢的坐在那邊。感受個氛圍，感受個茶園呢，哦，將到茶園對都是那種氛圍。工人社區咪講，人只係體育班參加大型活動，對相關嘅運作方式係冇乜熟。雖然這慢食季開始打開面向，但是咪希望公部門sẽ提供更加多嘅資源，幫社區慢食慢遊運作會更加順利。好呀，慢食其實喺度慢生法一樣嘅大的架構下邊出來啦，就是慢食、慢遊，然後慢賞。你國際慢食規定度，食物必須係優質嘅、順暢嘅，還有公平貿易嘅精神。好，種菜體食材，然後公平貿易嘅精神。好，然後係什麼隻健康樂法嘅共享嘅社區，分享食農嘅理念，係咪菜體嘅食材嚟做客家料理，韓國社區嘅西理行吼。9月大嘅時節，你到了農沙料盤過去創，一陣請教你嘅理事長是講，唔到盤理日前，從睇下嗰種專位講，要接受訓練，哈。是的。一訓練高倉為本到直接講，哈，你兩個喺度社區做做，按到上線，按到透露哦。確實。啊，係，本來冇膽啦，係唔敢。啊，過後經過個客委會嚟提示吼，啊，本來你說真緊咁行出來咧，好，你下去年就經過培訓之後，啊，年底我們有辦了2場微旅行，嘿，啊，今年膽子更大了，更敢接觸了，那就是那志工長輩哈，真的很辛苦啦，勞累了2天，全部在叫累，嘿，但是呢，心裡感覺很溫暖。我們竟然能做，而且我們營造了一個浪漫的燭光晚餐。哦，是按部特位。是按部特位。嘿，所以講是按部特位。啊，輕旅行的時間是在下午3點，你聽我晚忙的時間。3點到5點，我們就輕旅行的微旅行的部分。5點到7點就是我們用餐的時間。嘿，那用餐的時間真的是，那個有好多客人都說，我的那個老公跟我求婚的時候都沒有這麼浪漫，嘿，真的很感動，很感動。那我們志工長輩也很開心，讓客人能夠滿意。那我現在這邊的話，我就很希望是說，之後再有機會，還是要給我們再繼續做，但是希望時間點能夠改為中午。聽下講到咧，長輩哈係來上菜嚇，時間可能很慢，或者係咩行擺係來當主頭來盤。咁個月每月後生因才盤理啊哈。太腐了片來嘅吼，翻牆覆面，吼，你哋都太腐有冇人做？我哋都太腐哦，做會共樣按嚟做啦，毋過按嚟做會較精緻啲，因為全部後生人吼，上嘅東西較先進啦，個會模仿國外嘅其他啲按嚟做，個會去參考講按菜體嘅食材，看按樣嚟做，其實會做嚟好食。按目標係講按沙器啊。做到講嘅沙器，我本人講冇講安尼也講誒又老又窮誒，唔咩安尼，安尼沙器係又講又後生，係又講又後生，又會賺錢，係也真做亞條發通嘅清主要嘅目的安尼。好，我想請教你嘅沙鬼師張運傳總先生是講，台灣看到兩個無共用嘅沙器，種雜較多誒。
后生人遐多诶哦，有无共样的想法，但是对自家家乡的痴心都拿出来嘛吼。跟因为讲，其实人发通除迄本外面以来，客家种好好说一传翻，慢慢的说一传翻。甘肃你像弄沙了，对吧？江南的劳力士，可能太藏书，还有藏书还会白宫，吼，白宫旁顺头又还有嗰种头摆迄种可能都了位无人摆吼，也将下来摆吼，就讲。菜地方诶，产业特色文化都喺伫摆度，喺呢一片无共样哦，吼，呢一片像记到迄较后生人咧，佢要试着去用老骨子去寻到资料来做编发。唔看到两下沙器伫摆度，唔会有乜嘅想法变建议冇？後生人嘅沙器吼，有叫想法，有新鮮嘅想法，有樣路，吼，有色彩改變，做法，老人家有老人家思路，做冇弄咗。就講這東西講，我喺岩尾做米湯，也鹹菜講一樣嘅煮真好食。後生人講，我鹹菜講，我做乜嚟做？我喺度包嘅乜嘅譬如講包嘅啦，做披薩，其實我開始嚟編嘅，所以要沙器嗬，進步做兩件事情，一就係乜嘢？沙器嘅老人家嘅食材嘅傳承，第二個食材傳承一樣嘅做，嘅品質保證下來。後生人做乜嘅呢？做食材嘅製作嘅變化嘛嗬，變得較形式，因為後生人佢好神奇，希望講我識到東西，不單是講係有嘅阿美米湯以外，嗰係個本後生人看到也當好教，可以吸引大家的目光啊，食色嘛，看到食嘅東西當正，當好食，米湯又係對，所以沙期嚟講，經驗下來所以也有黐米哦，唔好講是會當黐米，講都嘅嘛在地食飯家，比如講薯條下嘅裝條下，冇薯嘅酥鹽下食飯，佢講食飯就像以前嘅條幣嘛嗬，作燈講出嚟，老人家成日講作燈嘛，結婚講作燈，哦，睇下一起麼，作燈講嗰陣出嚟，因為食飯就當神奇。唔看到像你人客會推動屬於慢食西里行啦嚇，然後做斧頭嗰個沙琪洋葱，嚇沙琪洋葱沒有聽到嗰種地方嘅特色嘅食嘅東西嘛嚇，沙琪嘅小旅行嘅有嘛嚇，講你兩隻中間有買相同並冇相同咁樣地方，因為講佢訴求嘅主要目標係冇咁樣嘅。政府來攀一小旅行嚇，然後沙琪攀咧有兩個不同。冇空樣地方，人家兩樣啊講嚇，張家理事長講誒，沙期來出國來攀，第二冇政府資源嘅狀況之下，第二沙期話唔係我賺錢我撩錢，一個講呢件事情，攀下去有人來冇，冇人來我就撩錢，有人來我賺錢，咁個政府嘅資源來嘅付出下，不管有一冇，我一天唔會撩到，一天唔會撩到，所以變咗一種情況嚇，我看到嘅狀況是。可是政府嘅資源係冇法，沙期有辦法生存冇，也係一攤動態問題。我想強調你嗰種嘅主教書是講，其實看到按多年下來，台灣從沙期洋蔥，好到農村菜神，好到你下所以係有嗰種嘅慢上來等等，一層一層嘅沙期嘅工作貼上去，讓可能你下做一樣嘅東西。概念係要清重要嘅部分，沙期嘅賠率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幫你看。呢時節來推動所謂嘅客家種嘅慢食旅行，佢有可能成功嘅機會點到那位，但佢可能還是要改進嘅係乜嘢？以前開始嘅些大家全部都要做，就沙期養做咪吼，沙期養做大家講，沙期養做到底要做乜嘅事情？其實一開始嘅些做沙期養做嘅事情是講，要麼養做一隻好嘅新發嘅一隻環境，或是品質。早期一開始嘅些，大家嘅想法是安吼。壯賭大人，為咗升級個大佬歡喜起來。個早期一直要重點是安吼，嗰個意思講，沙期養做一隻，然後一隻重點是提放因做提放時，吼，有提放因，要麼是規劃安尼啲隻沙期，安尼啲提放來做乜嘅事情，吼，因為早期嘅一開始係因，不過是當然政府有啲警察。警察下來一些，開始是有啲變咧，變的是講，大家係咩靠打不起車，你就開始咁來做嘛吼。冇錢係唔聽通。變到後來變到你嚟到沙期養做，變到係咩都專家，將來都嚟到按照專家嘛吼，專家講嘅事情，你找專家嘅事情來做。但是後來是放養是變態的嘛吼。咁好入來
还会会推了只安尼客家漫游记，莫是安尼漫游漫食，了只法通，莫是安尼讲在地餐桌了红事情老师讲，回归转来，我们用提放音做提放时，哦，回归转来，我们做的事情是种听话讲安尼我们公平共享了只机制重新建立起来，我讲我了只一只想法的，当好一只想法吼。你讲做了到漫游漫食，其实是为着不因体验生活嘛，体验你客家种地图的生活嘛吼。有后生印象的生活是讲，不然讲食的东西等于莫穷咯。伊看到的客家菜都会使去地图食的客家菜莫穷咯。不过，用在地的食材来做了的东西，感觉是当特殊的嘛吼。当多的时间永续发展吼。紧靠政府来签，其实对社区来讲，毋会讲当好的事情，因为永续嘛吼。所以讲我价钱啊吼，可以顾着嘛莫管的。你客家人吼，上次当歹势讲我收按多钱啊，到底？哎呀，搿是揣头板婷婷，跟不看揣头总听到拿来做班，前半年是还收500Q，阿妹哦。还是讲我莫死腿变的。死腿变的嘞。所以讲我价钱啊吼，其实就在手下顾着。手下顾的是表示讲，你到我了社区的些，我有了价钱，我有了价钱，就得收了的钱啦吼。我感觉系了一个想法啦吼。客家嘛是规有每河东都会小农啦，所以讲像台湾头对台湾妹吼非常非常的多，大家人士都去合作的小农吼，比如讲台湾你看到俩没有你的杠杆，有丰足哦吼，像那土人的。用他们要用野板啊、野草啦哈，所以喺咩其他地方又要冇強上貼身咧。上先聽電新聞記者講頭去台府看下，台府嗰邊後生人咩鬼咩怪咩什麼樣用式咧菜提村，好來看。豆腐跟溫泉蛋來做一道菜。可能我們客家的天婦羅。客家的天婦羅。3種合在一起。層次的口感搭在一起。好，你做出去下去。好。台湾产地度是潘照彭酒科局检讨本产尺度，实践菜体农民生产的有机农产品。连苗栗太府转故乡的青年，或是外地观光客，都从每个季节人外去太府好食饭。太府唔係等下只有吃婆嘅好雜甜甜啦，所以他家人當叫無好好坐下來食飯咧。好，因無來太府好好了解太府嘅東西嘅。真正希望遊客sẽ慢慢欣賞太府嘅田莊風光，唔係來下就走。分享青年同地方民俗傳承業者合作，同時同時辦起戶外，還一個去拜訪菜地嘅有機農場，為幫遊客慢慢認識菜地生產嘅食材。文史還有生態。還有其他泰梨呀、水梨呀，還有吃的有乜嘅自由吼，所以我喺度做嘅全部只係太府有乜東西嘅，你只拿出來，你只用太府嘅東西嘅來做菜，吼，做點心，做乜嘅自由啦，吼，太府有當到嘅客家美食，又做到當道地。另外，將故鄉田嘅阿爸鄉下去做油派棒嘅求精品，用自家培養嘅天然果子酵母，國家農場種嘅有機食材，希望遊客到食到棒嘅時，未使食到食材嘅層次感。它的慢也是浪漫的慢，也是放慢速度的慢。面包花就是以健康養生嘛，對，所以我面包花不加油。然後這個的話，這個素球話，你在慢慢的咀嚼它的時候，變成我就融入很重的麥香味，但還有帶一點點它的燒柴的那個柴香味。結合菜地食材，幫遊客慢慢去了體驗菜地的生活。關心富民聯盟講，慢食除了市面上的慢之外，也希望遊客在到變較慢的節奏當中，感受菜地的人文貼近。先來請教你，
头目乡斯坦沙区，唔係斯坦乡，係頭目乡嘅斯坦沙區吼。嗰種嘅市理事長嚟講一下，到馬上今日6樣，嗰條是停定嚟判理啊吼。到我判嘅內容睇點樣版型。哦，我哋節目吼已經菜鳥，已經菜鳥。嘿，你啊，我哋阿白梅吼，還個阿淑梅，當然是練乜嘅練開單嘅舞，哈，要迎賓舞，還有騎四角走。哎，不太卡寬。哦，儀式出來了，儀式出來了。對，哈，我們迎賓舞騎四角走。對，當然練咯，今日還練咯，嘿，好，為了我們迎接這個這麼棒的一個活動哈，我也是感謝我們客委會輔導我們哈，所以老人家他們也很快樂，他會覺得說能這樣參與，其實真的是生活一個很好的樂趣啦哈，所以呢我們的活動除了這個之外，還有米漢呢。米漢嘿，因為矮蓋刀的頭目哈，我們算是源頭，所以我們那邊的水質非常的好，所以也有養大閘蟹，最近也是開始有大閘蟹生，所以我們那邊的漢雷呢，也算是我們的一個特色之一。現在大家都是慢活嘛，那老人家他真的就是希望說他的生活也是有跟着我們這慢慢的腳步，我們也跟着他們的腳步慢一點，然後呢去欣賞品嘗他們製作出來的東西，因為全部講誒素肉誒菜美哈，然後我們有出一道就是老蘿蔔雞湯，那個也是哦，我真見動漫哦，我蘿蔔西走那邊落菜頭。落菜布個你發對，19人年吧？哦，唔是哦，唔是哦，嘿，跟可能變啊嚇太年齡咯，哦，跟打開了，佢香嘅呢，跟落皮個，嘿，對，所以這個慢其實還是有青島某種意涵都體會到啦，而且我們是100歲的老人家在旁邊看着哦，怎麼熬這一鍋老蘿蔔雞湯，哦，技術指導監工是錯嘅，是。再來係公館鄉石牆沙區嘅邱先生，係。公館的鳳奏當有名，所以你哋鳳奏要有變做呢道一擺慢食小旅行啲。有，因為我鳳奏係8公元的歷史吼，啊實際上呢開裝誒也有200年嘅吼。佢都夾個鳳奏呢，我都夾個食材方面吼，我也有做一啲鳳奏雞湯吼，個鳳奏嘅嘅呢雞也都來。佢有鳳奏嘅雞卵糕，有鳳奏嘅年壽嘅雞湯，還有酸梅鳳奏雞。哦，真件是鳳奏是東東呢，還有烏嘅啊。烏嘅，烏嘅都係公館吼，真有名。還有350甲烏嘅公館都有。哦，所以烏嘅變鳳奏。係。但我想請袁專委這個，其實這個活動是你們是透過一個財團法人這個商研院去主導，然後請旅行社來招攬這個遊客到這些莊裡面來旅行。那現在有沒有收集到這麼多個已經舉辦過的客家莊的遊客，他們的回饋是怎麼樣？遊客的回饋的部分，其實在每次辦完之後，就會馬上有遊客跟我們講說，我可不可以再預約下一次的那個活動？因為請等明年第2季。是，然後也有一個蠻特別的一個民眾，他其實是買了5場次的一個活動，那他會覺得說，我們這樣子去宣揚所謂的慢食的一個體驗，就是把客家人的一個文化，還有就是客家人的生活態度融合在裡面，那他覺得是非常棒的一個體驗，所以他就是一口氣買了5場次。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辦理，那就是相關的12個社區的活動都還沒有就是走完，那我們會就是把它走完之後，我們會再來去思考，就像說剛才那個理事長有講說，可能辦理的時間啊，還有就是辦理的場次，那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人來參與？那我們也會考量它的能量，那我們會做一個通盤的一個檢討，然後再來去做規劃下一年。那也希望就是讓這樣子的一個活動能夠更永續的發展下去。更永續的發展，好，我想講呢種運創中心上是講，都發通嘅規劃地位度，因為講做哋人家潘里嘅青島嘅沙期嘅發通嘛，也青島沙期嘅導覽嘅經驗，因為講都遊程的規劃上面，哈，旅遊嘅行程規劃當中，做哋用蠻型嘅建議嘛，係。依個行程嘅遊程吼，一樣去攀吼有一個重點，第一個按沙期嘅年曆開一陽毛，年數年曆，中間理事長講啊，全部
老人家呢，時間多啊，就想多冇衰啊，時間多啊，想再一個幾萬 V 啊。我錯哦。係啊，咁細孫咧要轉來啊。哦。年齡嘅問題，嚇，也係問題。然後沙期嘅成法嗰種步調，要互相嘅配合得到。對，這個衝突嘅。也就充電克服以後呢，天就充電，將一擺水土保持局嚇農村再生計劃以嚟啦嘅農村嘅體驗品質評鑑一個項目。其中有一點當重要，兩年要執行嘅，就講沙期辦旅遊一部分嘅話嚇，要注意到保險。保險哦。對。旅遊平安保險。不要保險，因為沙當到講，我嚟遊覽才有保險嘅。唔過唔多鴉片嘅下發生事情啊，就像佢上擺嘅園林嘅嘛，踩客車，嘅學生啊坐咩嘅踩客車倒溜有冇？執到嘅啊，所以變講，目前嚇水土保持局一部分嚇講對微旅行嘅部分嚇，當中嘅，他也等於講冇相對一件事情，所以下擺未來嘅沙期嘅微旅行，希望是講保險，佢沙期嚇，拍翻通嚇，一啲個係。人民嘅百姓嘅參與感，持續要有參與感。唔係講啊，今日來鬧一下，聽下有冇啊？一年沒判一半年啦，長年頭條要判，長年頭條要判嘅話，就要考慮到乜嘢？氣候嘅問題，即係講米旱咧，寒天去米礦咧啦，可能冇人會下水啊，我寒啊，所以喺沙期要有就方法觀念，將我哋輔導沙期講，喺沙期廿四節喺冇辦法通嘅話。我哋配隻沙期做合作，要合作。我遊覽客東亞片，我可以做嘅乜嘅一般戶外體驗㗎嚇，我可以做室內嘅體驗活動。配隻沙期，佢可以做戶外，譬如講，佢可以採果，我片做室內導覽，嚇冇事業嘅DIY。佢隻嘅年度嚟講嘅話，唔會講就判一隻半夜，冇做一年，發通結束以後呢，365年就要半夜存錢，係不要升落去講咧。又係真嘅一個想法，哦。剛才想請教主教授是講，睇下嘅討論啲咪多，你可能一點就講，到底嚟到法通係為到沙期度嘅人，然後係為到外圍來嚟沙期度老了嘅人，嚇。當然，你希望講頭創緊主要用法通做一盤啦，嚇。不如你客家莊像下山、下劍山、客家莊，嚇，你話講你研究外流啦、老化嚟到客家莊，所以到新式嘅法通、新式嘅概念落來，嚇，要冇強調發展嘅可能性。但是咧，佢發動到底係為到內部人來嚟聊，嚟講下地部人來生發到訴訟來做了一件事情。你兩個目的係相衝突嘅，嚟講做咧來強下來進行嘅。你係為到遊客來考慮呢個問題，係為到自家來考慮呢個問題。我嘅想法是講，可能係為到你自家呢隻沙期誒引來上問題，吼。因為你隻沙期需要的東西，到大隻沙期需要的東西冇窮咯，吼，做嘅人嘛冇窮咯，需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需要的東西冇窮咯，而且做唔得，我唔會給一種強制標準來講，吼，比如講下擺下會輔導咧到沙期嘅些，其實要區隔啦，吼。因為有啲事情做一些是為咗咧沙期嘅人做得凝聚一個同好嘅共識，透過咧到法通嘅些到沙期嘅人啊想法啊。吼，嚟到沙期已經拉強下，你係一隻判法通嘅一隻當初嘅目的嘛，吼。啊，有啲目的嚟些，其實冇去聽講是話，我一年逐禮拜、逐日全部就嚟到法通，我是會建議佢一團嘅時間，一團時間嚟些，我做到為到一啲沙期做到埋事情嚟些，然後當到嘅觀光客帶來，觀光客帶來唔係講，我係為到遊客、為到觀光客來設計遊程。係我設計遊程，以觀光客而來適應我的遊程。大家經常，大家做東西也是說啊，我為到啲觀光客而用嘛。其實，你講慢食慢遊誰？你要來體驗我的生活，不是我去創造生活給你體驗嘛。唔係講我鬧你要買煙出門，我做不依靠嘛。吼，我講我哋大家可能沙期興嘅，可能有啲種風險吼。像呢啲客家莊本身有自己嘅產業，像公幹，佢豐作出嚟時間，可能所有種豐作已經到冇限期才嚟執豐作，既然有可能嗰樣時間招和親人行來聊咯。然後講，佢家下時間，佢自家是在傳傳嚟，佢用嘅，人去拍咧都發到嘛，佢可能係人去豐作洗澡呢？人去為咗呢啲沙期做得還有更多的延續性嘛，吼，所以
上次那提放也在上面，也的产期也是，它是短暂的嘛。那短暂睇嚟，当到社区是讲，还是做了一张眼，还张眼，还是冇生意咧，还唔对要做嘛。但是意思表示讲，你这产业已冇办法走持续性的发展嘛吼。所以讲，每一个社区就佢这个需求不一样，还是我不建议咯。政府其实会看那些是，唔系讲啊，你了这社区。上次会看，你 KPI 几多哈？几多原来，该的东西是开始干嘛？我们的量化来管理出来啊！伊会看来讲，你对你在提供的人向，莫是对因到一些的感受的价值，是不是有很高的成长？客委会也许在整个游程上面不能够拉齐到全部齐一，好，就是同整在9到12月，虽然有3个月期间，可是这个就像刚刚这张桂花师讲的一样。天气这么冷，还去摸和弦比赛，其实有点强游客之所难了。所以等于说，也许我们以后的这个慢食季可以是春夏秋冬有不同的游程规划，因为客家庄也是充满了很多颜色嘛啊，春天的颜色跟秋天的颜色，好跟风的感觉是不一样。也许不是其一在9到12月，好像年底要交成绩单了，赶快做一个这个绩效出来，而是能够1年4季都打散来做，也让这些乡亲其实有更余裕的时间选择他合适的时间来跟客委会搭配。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这样办这个活动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培植在地的社区，他们自己有能力去自主营运，然后达到我们地方创生的一个目的。所以刚开始客委会就是会进入辅导，那我们可能。针对地景的一些的设置，我们有请专家来协助社区，然后还有就是对美食的备制，我们有请台湾客家美食交流协会他们来去做协助。那当然这些都是给他们交给社区，他们当成他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育。那最后客委会就会慢慢的就是已经培植你好了之后，那当然客委会的角色就要慢慢的退去了，就是不能是一直给社区就是资源。那当然就是会回归到社区，他们依照他们自己的在地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风俗民情，那他们去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一个游程跟规划。到底客家菜嘅特色係乜嘅？嗱，就所謂國際嘅慢食嘅種嘅運通，又埋觀念上係非常之特別多地方嚟講，其實台灣客家莊自家菜嘅特色呢，像省城等新聞嘅鏡頭，去看看其他嘅人嘅想法係乜嘅。四合院就是它整個都包圍住了，四面都有房子。頭像台灣體育嘅舊文化資產法具體嘅擴充使用叫社區地圖，出鋪幫賣田間新鮮同當地農產品做成一區嘅料理，如風牛、鐵頭豆腐、綠豆、本酒烤、土火風度、感受慢食嘅樂趣。這邊這樣溜那個半月體有什麼作用？有觀看、觀賞、養殖。同時規劃社區人文體驗嘅老料路線，幫民眾入去社區地圖感受擴充嘅身份。台灣青獎的所在真的是在農村裡面，我們花大錢去到國外的鄉村裡面體驗鄉村的感覺，可是其實只要花一點點的錢來到台灣的農村，你就可以享受那種氛圍。可是農村的人要先找到自己的價值。彰化新竹關西新富社區使用當地的信用中心、北公廟，還有三福宮同太中樹綠豆，有民眾回憶的微笑，下本就靠田間行入去烘爐度感受菜體身份。實際去過二泰里感受過慢享發現體嘅台灣慢享技術指導員張玉輝講，慢食強調的唔單淨係慢，還有運秀。这个活动结束了，或者是公部门离开了，那这个活动要怎么样继续下去？这个也是大家要考量的一个点。另外一个点是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些好的食材、好的客家食材，让更多的人能够可以去取得，或者是以公平的价格去取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喊慢食慢食，可是有时候在價格可能就是不是這麼的讓每個人都可以接受。頭先竹新部嘅起步社區主要係推出原作流嘅紀念館，還有起步農場嘅生態池同客家風味村，和本外地遊客看到社區嘅人文同維護生態嘅結心。推動慢食對嚟到社區來講，唔單止係有公部門嘅資源鋪頭，
但如抗议批社区制度行了是澎湃，更加希望的是让更加多人看到社区经营按多年的成果。新闻影片里边都看到四角族后来食东西，个迄都万万的五桥水都屏东啦，所以连四角族阵见迄台湾都客家庄路边的客家乡亲都唱印象的四角族，抢赢客家世界都，也讲比如讲土补娘啦，也讲土心丘啦，某个天分啦，不较重啦，是还配位还拔过来吼，所以你迄亲铁水就客家庄的生活经验啦吼，所以也看到是讲台湾除了两慢色以外，好说也存翻创作等都食材都会大家来好好来思考并注意的啦吼。像先强调人个一片关系的详情是讲看到样型嘅慢食慢游，样慢生活，都在老客家庄那种缓慢的。客家庄本来就很缓慢嘛，那种其实客家庄进公司嘅客家庄是咩种实力啦，并冇慢，但是客家庄做嘛咧变慢下来，佢变慢下来以后都好听到那种国际嘅风潮，佢最中用版是冇同样嘅发展的可能性。客家庄比较没有大都市，没有大都会，我们大部分都是小城、小镇、总哈。好，那在小城镇或是乡下的生活氛围本来就是比较慢的。好，那其实我也要讲哈，当我们讲慢食慢游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强调那个慢吞吞，而是让我们的心静下来、沉淀下来，这是第一哈。那第二个呢，在缓慢当中去品尝、去品味，譬如说来到客家庄，品味那种客家的氛围，品尝客家的好食材、好料理，哈。但是我们也在说，这个活动我们希望它未来呢，能够持续，哈。那社区也能够自主自立，哈。怎么样持续发展？怎么样让年轻人回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天。政府的资源，它会慢慢的离开哈，或者会到别的下一个客家庄去。对对，所以我要说的是，在政府辅导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去思考永续。那我想，如果只有半天的时间，它要成为产业，其实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很勇敢的，譬如说朝2天1夜。好，朝2天1夜。我想建议客委会就是未来，譬如因为我们在桃竹苗地区，我们现在也把300多公里的古道，古道我们这个路线也规划出来了，所以也许我们明年后年可以去思考，怎么样在社区之间，譬如说新竹跟就是比较近的2个社区或者2个乡镇，这2个点可以结合，可以扣起来，然后。中间用古道来串，哈，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来慢慢的规划2天1夜，那让它形成一个产业，然后朝这个自主自立持续，还有一天呢，我们的这个慢食节真的是可以看到国际来的这个朋友，那我们就成功了。谢谢。好。沙溪发展做到好的慢食小旅行，像刚刚陈理事长讲说，我可以变成一个游程，不同的社区间可以去串，用古道去串联。其实唔免按过，因为那个条件来做到呢，伊就係农村的沙溪嘅力量會出來，無論係像台北嘅沙溪洋蔥，也係農業會嗰種嘅。農村再生嘅力量哈，農村社區其實本身咧先團結起來哈，也團結可能係為到像內度嘅人嚟團結起來，團結起來以後呢，再做乜嘢做其他可能性嘅發展嘅選擇。虎頭團隊哈，一開始因為人做可能唔係非常清楚，但是落來以後呢，可能再帶通地方一條無同樣想象，讓外邊個人帶落來以後呢，可能縣市政府會睇到你啊社區其實做嚟為好啊，所以。提供本客委會做一個參考，被托到了現狀，所以中央的政府機關為了好用做，其實連係只社區做發展好，用型嘅無論係做小旅行也好，以後真的慢食慢遊，客家種帶安排也好吼，其實連只前期嘅工作係非常重要，係大家共同而來做嘅。我想講強調呢關係兩片嘅鄉土文化協會理事長是講。道關係轉來很多年，用型嘅
构成，好，按照部分，因认为还有乜嘅係，我哋冇講到嘅，冇想到嘅，呢個建議嚟講，其實你喺度輔導團隊也好，你講政府機關本身補助也好，你都要提出有乜想法，可以真的跟你們社區的需求對接得上的。我不話是當到故事啦，講就吼，頭擺我睇我寫睇場啦吼，頭擺冇該出來水吼，是把迄個好把寫，個睇場會變啦吼，如果搖會見電吼，電到個水度該當到拍過不來說吼，佢竹籃是沉下去吼，沙來啊上來吼，寫睇場吼就沙竹拍過啦，這樣嘅吼，但睇場寫好咧吼，兩件拍過是足到嚟啦吼。還是講你所以你哋喺緬甸除咗有用洗炒太長，要有炸西哥係啊。炸西哥啦，咩料啦？所以我講我呢種東西是喺客家人嘅只文化傳承，到底下來講，其實慢慢沒有變化哈。所以講我覺得講那些組織哈的部分，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講一種希望能夠跟在地你已經在運作當中的。一些，例如說，店家，他是做食材的，或者是他是甚至是餐廳，等等的哈，能夠跟社區本身做起，按社區面唔會講吼，如果周立周街負擔太重。社區底邊都唔單止係社區發展協會，也係講你哋文史工作團隊聽聽，其實你那來到社區底度小旅行，它其實如何搞，如何深，如何撩，所以。那個可能不完全係你社區發展協會那個文史工作團隊能夠承擔，所以社區地位都有挺有特色嘅路點，好，挺有個客家輸入嘅傳統嘅東西，其實都係結合起來。唔錯，結合起來，社區本身也可以，從商店跟社區本身，也可以做一個連結啦，哈。所以農村社區地位都唔單止係社區營造工作，聽聽，還有其他種食嘅東西啦，也講其他種加工廠等等啊，都可能在。佢本身已經做到當專業咧啊，因為你要做就你行業動面向而做，如果做到很完美哈，對社區來講，其實負擔挺重。如果可以結合在地本身就已經很成熟的一些產業結合進來，這樣反而可以提升社區旅遊的品質啦。其實青島嘅中央機關都有多兩部分嚟做農村嘅部分啊，像有農委會水保局嘅農村再生計劃，嚇，像內政部營建署嘅風情小鎮，佢咩用相關嘅發通，再嚟係交通部觀光局，嚇，依度嗰種嘅種下旅行嘅遊程沒有規劃，嚇，甚至像你下國內也有在推動所謂嘅入境旅遊，入境旅遊，是講就外國嘅遊客。來到台灣嘅農村來體驗台灣嘅農村，所以入境旅客旅遊這一塊，觀光方面來做，當然客家委員會浪漫台三線啦、將嘅綠隊啦，甚至浪漫台九線啦，全台灣都來做，反而按照嘅精神落力來做，好，跟你嗰個強調你嘅現場嘅詳情，好了解。一個太子，好，一個五師係。跟言語嚟講，按到嘅中央部會都嚟聽書，一條客家莊嚟做客家莊農村旅遊嘅部分。唔知道係講一條客家各吹各的調嘛？嚟講其實一條中央部分嘅力量都整合起來，其實對人哋嚟講係很較好一種方式。我覺得哈，農家的東西幾乎都大同小異啦，只是說剛好。我們就是想說，有橘子還不錯，因為曾經有那個老一輩跟我講說，啊，咁我做緊等用個曬，嘿，那我們就想，我們就像你講，年輕人有年輕的想法，上網啊去查去看，然後就請教一些相關的人士，就教了我們做一些在地的食材，譬如講說，我們把橘子做成了那個大橘餅。農家人我一直都知道，只會種菜，不會研發，也不曉得怎麼樣銷售。那所以我們就有幾個志同好友的，就會研究要怎麼樣把這些菜，食材蔬菜融入這個菜單裡面。外面的幾乎都能夠，大魚大肉都有了，吃的都很飽，要吃的都很足。事實上，鄉下我覺得開個蔬食，身體又健康，又可以這樣坐下來，這樣好山好水，我覺得是這樣子最棒的，這樣。好，過來一個先生哈，還有上嘅范強夫名嘅嘿，還有請問下，你喺度中央部會，那度係副頭個人度嘅？
哦，安尼斧头哦，都像个农委会、水保局、学委会，全部对来讲当照顾啦。你讲两者性质会无共样，对不对？系啊，像个农委会佢较像讲强农的也部分。哦，后生人的部分。学委会较文化也边的部分。做到有吃到一神期嘛？也好教啦，好教啊！你样讲，就我教哪里？他们是离开太府嘛？伊阮配未教。没安尼讲，就讲很多农村有自家嘅一种坚持啦，就是讲，要自家专门要看到农村的老化要安家，故说一下太府嘅团队做嘅事情，来到也成年啦，吼，做为老国小合作。就讲，海北阮用诶老国小合作讲。咧国小啊，如教国小诶学生诶声音诶吼，像用诶攀一种诶发通，带点声音来教。故说上摆有带一只声音诶出只去讲家诶菜，不然咧演装白糖。你讲也不看用诶种诶菜，就教佢用诶讲，吼。嗰个学生啊，佢咩当有痴心诶，老家不看用诶做诶，嘿，佢会讲出来。所以，你哋做到农村去，唔单止係做嗰種老師嘅，留嗰種農村所行來工作，也做鄉下集建，甚至傳對老長輩傳下嘅東西，也接得到，同重要一個樞紐的位置。對。好，感謝。好，你啱看到沙溪發展，然後斧頭傳水，你喺頭下介位後生人講，其實學委會也有嚇，仲係種嘅沙溪營造也有，所以沙溪規劃師、農村嘅培力團隊，甚至企業，像伊哋嗰種嘅房仲公司也在做社區營造東西嘛哈。當然農會啦，各種農會嘅推廣股也有做相關嘅工作。啊，像以前請教你鍾運聰老師講，因為像按多冇向樣斧頭團隊，對於沙溪嚟講，都係批判。當重要，也講本期刁兵當重要，也講本日觀念嘅啟發係當重要，也講究竟用把人去爭取政府嘅資源來回饋自家沙溪嚟做營造發展係當重要。斧頭個按到沙溪也看法用辦去。我哋斧頭按到咗沙溪嚇，我嚟講，斧頭團隊一件事情，一天要請在地嘅規劃師。佢要嚟批判人哋，有問題隨時請到人。像一般人嚟講，起咩到，下咩到，要係來，係啊。像佢當做工廠嘅呀，唔必做好工廠做起咧，錢嘅算咧，佢思維泡就走嘅。而下邊維護慢維護，自家想辦法吧。其實這邊咧有問題，沙溪規劃師係一種長期有個提供下聽數據，嚇，希望沙溪有進步。有乜問題，沙溪規劃師佢本身咩一個團隊。佢唔知嘅，佢遇到問題嘅，佢就會請教譬如有按我專長嘅規劃師來協助，咁嚟老人嚟講，對人嚟講話，人就會應承咗。因為政府嘅資源投資落去以後呢，希望就是塞條得到水項，我要上癮啊！要聯誼要見對，那因為你嚟沙溪做當好，你通人你當好，你實際辦法通呀冇法講，佢爭當有錢。跟其他沙溪嚇，望眼咧叫我嚟補充，咧叫我嚟關心人，有啲應看佢啊，其實好沙溪都應來應去，下尾沙溪都睇唔到，會產生斷層，會產生 M 型化，農村沙溪咪咪出來。對，一嚟沙溪都產生啊，跟住沙溪專門補充其他做好呀，我都冇係啊。沙溪都會偏離哪有問題？剛才想要強調專委就是說，這個 M 型化的發展變成說，績效好了，這個社區呢，它就是什麼樣部會的計劃，它都拿得到，但是那個在旁邊一直看，等不到關愛眼神，就覺得怎麼老是等不到我的頭上這樣子，有沒有辦法？我們中央這邊其實可以做一些橫下聯繫和整合。其實水保局農村再生跟浪漫台三線很多的農莊、客家莊，其實是有很多同質性的東西。那也許說他們推這個什麼品質優良推薦這個旅遊線，跟我們的慢食旅遊不盡相同，但是是有可以合作的空間存在。那專委怎麼看？浪漫台三線的部分，我們現在就是已經有建立一個，就是行政院有一個台三線的一個治理平台，那它是結合了就是聯客委會是有11個中央部會跟4個地方政府，那其實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其實我們就是有在做整合了。那我們會去就是把各部會的一個計劃，還有就是資源來去看
针对台三线的一个相关乡镇的一个投入的情形，然后我们去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去做一个大家分工协力的部分。浪漫台三线我们总共就是有3个分组，那3个分组科委会主责的部分是在人文形塑的部分，然后就是在环境整备我们是主责部会是农委会，那在产业发展就是经济部，所以我们就是各部会他会就是依照他自己的权责，然后就是看在整个台三线的一个状况，然后去整合相关的资源。那各分组有各分组的功能，然后分组还会有一个大平台，大平台就是会到就是行政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委员专家来提供更多的意见，然后我们去做更多的资源的人力的一个投入。好，该最后问题请教您就告诉中央按照普飞，大家就来做，无同样研讨，又无同样的治理的政策目标，做下来以后，都得让整个的你讲那种地方上的土壤厚实了。然后讲其实按当然下来，好的是好到几条，还忙绑起来，忙牵起来，还能永远停留在台湾，变成一个 M 型的社区发展。你的观察系嘛该，按提出的建议系嘛该。总政府的资源做的整合嘛。但是资源没有整合的话，变成大家早起基本上的上判法去吐钱的，又动到管系去吐钱的，结果吐到钱的时候，又形成一个问题咧。你就早起动去吐钱，其他早起吐唔到，还咧有浪费一个问题哦。你就早起你就历史上动去吐钱，群众拿唔到钱，都是又开始地方的发展又开始有无共同发展的吼。但是因为讲政府本早期投资了的资源的时间，可能由于在讲在同好的意见是讲，你早期低度的资源，即家做的整合嘛，好，你要本的资源的时间，社区自己有没有已经准备好了？有没有准备好了？我这个资源我自己已经有没有先整合过了？那我再去跟政府要资源。所以因为讲，政府的政策持续。今年做这个慢食剂，你们真的检讨这个慢食剂怎么去做改变，然后因应社区的方式去做改变，应该然后政策要持续啦。那持续不是说我用数量上去持续，我今年做10个，明年做20个，结果培力和陪伴要持续的。第一年的10早期拿到50万，第一年变到20早期变到25万，各提3年变5万，会不会其实没办法做永续发展啊？所以我会建议你的政策要持续，资源要整合了哈。那开始讲吼，因为你下早期发展的时间有当到下估私人员、公估私人员，你当然老人家有当到估私，我老人家唔会拿估私下出来，比如说像人家讲 FB 有小编，听到没哈？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小编，那小编谁会做？后商也会做。那你社区有没有营造一个很友善的环境，本后商也愿意回来做这一件事情？早期的老人家也要接受后商也的新的想法哈，因为大家才可以互相的成长。好，感谢教授，今日你从客家嘅国际慢食柜吼，12只客家庄24場嘅客家嘅慢食西里行來看到，樣板好好勢傳翻。當然啦，12只沙期係當績效吼，績效很好嘅，作為跳長年做下來，成績都非常嘅好。但是你從好好勢傳翻，開始講到地方上嘅治理、文化嘅治理，甚至係政策嘅目標，中央普惠橫向嘅種嘅聯合。資源嘅整合，有冇養出一個有機嘅友善嘅環境，對大家嘅社區也好，對大家嘅後生人也好，對大家到社區地位都嚟做工作嘅人也好，係非常重要嘅。雖然係講好好市場翻，但是你來出嚟看到很較多嘅政府部門治理嘅問題，像呢個問題呢，值得大家嚟好好嘅思考。當然，嗱客家莊案件也非常xác定的支持，你客家莊的理行好好勢傳翻。今日中明台北感謝您的收看，下禮拜請持續收聽中明台北什麼大家知識，謝謝，謝謝。